色曼荼罗。三色曼荼罗依照自宗灵体派的仪轨而供养时，首先是共同化身曼荼罗，如前安置供堆时所述四大珠、须弥山及梵天等范围一个世界，如是间数中为1000小千世界，拥有间数四大诸世界的1小千世界善为一。如是千数这样的小千世界称为2千种子，2千中千世界中千世界善为一，千数的中千世界成为3000大千世界那么这个方面我们经常说的3000大千世界，3000大千世界的这个就是算法方面其中100亿四大诸世界是一个佛化身的所画刹图，譬如释迦牟尼佛所画的刹图称为佛说世界。我们以观想无数不可思议这类刹图中所有的殊胜的人、天之具、龙王、七宝等有主无主的一切那这个也是非常重要。我们平常在所有供养的时候呢，就是有人间和天堂的所有的好的贡品就是有主人的，没有主人的，是属于自己的，或者是不属于自己的，都是可以拿来作为供养、作为贡品的。身体受用、寿命功德、权力地位、三世所积累的善根、幸福安乐之物等，凡是最喜爱的一切，都毫无保留的全部堆积于数。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嘛。今天我们如果是在这个世界上有任何我们自己嫉妒的对象，或者是羡慕的对境，全部都是可以拿来作为供养的话，那就不会有造业。我们羡慕的一切也是我们会越来越，我们的欲望越来越大，然后就这样的情况下也是消除我们自己的福报，增加我们自己的业障。那我们看到任何的我们那个嫉妒的对境，如果是有某他的地位越来越高了，那就是你一直不断的就是怎么说呢，那个嫉妒的话，那也是自己也是业障会越来越增加，福报会越来越小事。那么所以把这个今天就是要作为他的这个一切荣誉、一切的地位都是作为供养那么以这样来观想的话，那就你自己就圆满福报，然后消除业障，所以就非常的殊胜嘛。所以就是我们就是用参宾观想的这种供养的方式来说的话，就这样看到任何好的东西，我们自己看到的任何东西，想要得到的、得不到的或者是得到的，全部都可以供养，然后就这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，无论是有主人的、没有主人的，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作为供养来作为贡品来供养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、非常好的。并无有知嘛，许贪爱执着之心，供养上是化身尊重，以上是共同化身曼荼然后这个呢就是有三身曼荼呢，就是化身宝生、法生与这三圣的这种怎么说呢，那个分别嘛在观想无数个五大庄严刹土，全部是由不可思议的良田、无量殿、庄灭天女等无量供养天女言示，以此供养上师宝生尊重，这是不共报身曼荼罗，将无胜法界安立为曼荼罗的基片形式，
所显现的四相等一切分别，积聚安置为共堆的形式，以此供养上师法身尊重，这是殊胜法身曼达罗。要精通此等观相要诀，怀着强烈的诚信、恭敬之心念诵。奥马吽3000世界百具之刹土，其珍宝等人天财不满，我生之具受用悉贡献，愿过纯住转法轮王位，是教今天大乐密缘刹，具无决定五部佛对句，妙语供养之语无有边，共以其获受用报生土，万有悉皆清净同平生，大悲无业法性游戏缘，生命明边心事执着记，共以愿证法身妙刹土。计数时如最初供养时一样，左手持曼扎盘，右手安置供堆，如此之般，左手会急急疼痛，但是在根本无法持曼扎盘之前，应以精进手持曼扎盘，以所谓的苦行精进求正法，并非单单觉苦中无事，而是指时时刻刻中不为一切艰难困苦，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去修持。所以请依靠这种修曼达罗的苦行和恩人，也能圆满广大的资粮。自尊自论着康中外